招贩卖机，因为市长之前提到说，希望下个礼拜就可以上路。但其实昨天蔡副有提到有3个条件，包含这个口罩的量要足够，因为一个健康中心只有200组，那再来就是资料也要对接到，还有这个机台的数量到底够不够，所以下礼拜能够上路吗？谢谢。这个口罩哦，在我们市场前4天哦，第1天卖200多嘛，第2天卖400多，那第3天就达到了1000了。那昨天是到了1173了，所以大概，所以很多东西上线还是要做实验啊。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这样，就是目前这一套的技术，你知道哈，它 OK， 它没问题的。不过我们今天早上在讲哦，其实台北作为一个创新的城市，更重要，我们还有扶持产业的角色。所以基本上我们把这个口罩贩卖机，我们是当作是一个新创事业或示范的。那所以如果你机型都不变的话，你知道哈，要成功以后要复制到12个行政区，那很快。可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带动整个台湾自动性产业的发展。所以其他的机型呢，或者是我们叫 module， 就是那控制器，你知道哈，不同的控制器、不同的机型的配对，还有跟那个健保资料库的连接，你知道，还要在测试。所以说机型不一样module 不一样或是那个间接那串接软体不一样，大概是要做测试的。所以后来我也跟后来我决定是这样的，我说如果我们都用一套，当然很快啊，下个礼拜就可以上线了。可是如果我们有扶持台湾产业的这个目的的话，你知道而且事实上在现阶段，每个药店口罩也卖得也还好了，我们就只是让它更有效率，排队时间更短了，所以也不是那么急的说一定要同时12个行政区全部上，所以可能会分阶段上啊，因为它还是有示范，你知道，还是人员的训练啊，机型的组合。所以回答你的问题，结论是这样，我们会陆续上啊。至于那个排的顺序哦，我请卫生局在排序，说哪一个行政区先，哪一个行政区后，他们正在排序。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一次的目的还有一个扶持台湾自动性产业的发展的目的所以我不打算只用一种机型如果按照我的理想，你知道吗？最好口罩是一个一个来，因为不是说假日我就不出去了，难道假日我不出去百货公司不出去玩？最理想应该是用自动贩卖机，然后不管是用身份证或者是用健保卡，那去买的话，一天给一个。那也许如果这个照重量说口罩以后生产量达到1500万以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那应该是一次就可以买4个礼拜，我第一次28个口罩，17、28，应该这才是最理想的。所以我也觉得说，那种自动贩卖机的技术上都已经相当成功了。礼拜6会展示给大家看。以台湾的 ICD 技术，你知道吗？自动连线、智慧型的口罩自动贩卖机应该是做得到。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学校，我一直不敢下令说学生全部戴口罩，因为我如果要下这个命令，我自己政治上要负责任。那就是你一片都没有办法给他一片，你怎么下令说你每天要戴口罩？所以我希望是说，如果台湾的口罩真的生产量达到日产量1500万片，最理想应该是用透过自动贩卖机，每一次买28，一次买4个礼拜就28片，这是最理想。如果我个人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下令说大家全部戴口罩。